台语梦看麦，来开始梦。请问，这什么？哎呦，哦，若知影就紧个起灵哦。大用知影就紧试哦，知影未？知影未？为中。电路板，电路板，电路来板，，老师电路板对唔对？啊，嘛唔对，不是啊电路板是一般电路板无电是通。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对啦，接近哦。好，来，搁次，即摆会使试啊。嘿来，手机板哦，哦手机主板，机板吗？哦，你看你安怎念？手机手板，机板，确定？手机。手机板，哦，来问老师哦，哦，老师是不是手机板？诶，发音无正确。哎啊，呀，表示讲对啊！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有机会啊，哎，我可以再讲嘛？你会使嘿讲安尼就是主机板，主机板，迄有淡薄仔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啊淡薄仔变调，嘿，主机板，主机板。确定吗主机？板啊，应该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主机板？这边正确。